迎接2021年元旦有一个新制度，带咱乡亲来了解，即包括给保费率会起到5.17%，补充保费年度调整到2.11%，那基本月俸啦工资会起2%。抑有今日开始有即个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会使开放进口台湾，也有相关新的规定甲新的政策，有关你我的权益，带乡亲做伙来了解。健保费率。 好，从1月1号起调整为5.17。元旦开始，健保费要调啊，为即卖4.69%调到5.17%，以一个月4万2个上班族来算，逐个月爱加负担60，一口走4个人，逐个月爱加负担242块。补充保险费费率依法调整到2.1%，作为调整的，还有基本工资。 基本工资一个月薪水为23800，调整到24000；1点钟薪水158块，调整到160。全台湾超过208万的劳工受惠，劳保国保费率嘛拢会调悬到0.5个百分点。劳保部分有1060万人受到影响，国保部分初步估计有308万人受到影响。 登记名的喙暗本来14天会当买9片，拢总45块，调整到14天会当买10片，计数嘛降5块。这个方面，元旦开始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会进口台湾，爱啉手摇饮料佮惊大颗，会当看顶面的标示的糖量含卡路里、含添加物、椰果、粉泥拢爱计算。业者若是违规无写，上当罚400万。交通方面，交通部会补助参加机车加分班考到驾照的人，大人亲3块学费，伊可有正万的人受惠。若袂佮补助加装 ABS 和 CBS 的机车，若要买奥多拜，恐惊会加开1000到4000块。当新制度影响到咱的生活，提醒大家拢爱加注意。